因要发这个心情，即卖内底当中咧，要安怎按做条，要安怎按，这是一个问题的事。哦，所以这个物件咱要必须爱去讲个清楚，不然看袂清大当中咱就真正啊，好易东西。就咱就咧讲这上好个吼，所以咱就变成啊，变成叫做怀疑吼，你怀疑的这当中咱就变成咱就讲个游戏吼，所以咱讲讲到东京已经不可思议，根本就不可思议。根本也不可思议。根本不可思议这个经济，根本就不可思议这个啦，这个程度。因为你这个经济，什么经济？你这个个什么个？安尼讲啥意思？是根本不可思议这个经济，根本就不可思议这个程度。你今日你大生活，清经过，你先辛苦，先trava法，先大成正经。你少成经济，你个经济这经济是啥物件？是少成经济，以前咧是原来是个少经济，哪少做经济？你修习法，你进阿人正确做事，实践搞不好逐界切界到无切界，你连正的思想发展，正确的行动，因为正着头发，这物件，无相正的力量也无可能。所以说就来讲，因为这部经典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经典，伊有一个不可思议咱用一个较浅的，这个经济，你看经济，所以经济作用。经济所以伊就提出经济，所以希望讲，今日咱每个人的希望，是咱真正为这个物件，这个反复这个叫讲好背起，背起来，背起来，因为正常背起来慢慢，伊就开始记，这是咱看建议，因为对伊内底较实际，咱要学的物件。甚至像是以后咧大个物件，尤其你需要材料，要材料经济成本一个，换汤一个，你需要经济物件，这是这个合作呀，我睇有几件事。